那伫高雄的左行，伫南投的丹台林道嘛发生崩山意外，消防士赶紧去甲三团的登山队将近60个人撩起甲救出来。搁伫屏东的雾台乡飞龙水墙，总是有游客无细里落水，救援队是冒险爬起山壁，看索啊咧救人，加在是有救到，送医嘛无虾米大碍。 不要紧张哦，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哦，嘿。水真错流，深度到大腿所在，伫消防人员引导下，这来爬山的旅客真小心，偷偷撩水行上岸。南投丹台林道落雨落放弃，7时早起9点外有登山客掉伫遐，无度过报案，最后家己脱离。不过后续佫传出有人掉伫遐，消防局派人救援，成功引导三团登山队将近60人顺利来渡河。丹大林道5.5K 处。 因大雨造成道路坍方，造成了车辆无法通行。在下午呢，陆续接触三团民众，以人力接驳的方式呢，顺利将三团的登山民众呢，接引渡河。消防局讲，南投昨暗半暝开始落雨，也造成丹台林道5.5公里的所在，风力继续扩大，路也变甲真歹行。另外，屏东雾台乡飞龙瀑布看起来真危险。 暗时，救援人员使救条例要设法爬到瀑布顶面，边仔要真错流的水一直下落来，每一步拢会真细腻。车道发生游客沿溪仔行落水意外，救援过程是真惊险。因患者位在高处中段的腹部，需要绳索上灯。伤者男性43岁，头部、胸部疼痛，嘴角流血，意识清楚。 消防队起步了后，透暝上山来救援，用炭架甲患者固定，用锁啊绑红甲患者救下落山。加在送医了后，人无要紧。屏东县雾台乡有3个围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，必须申请由当地做人山岭才有法度入去。这团体入去是毋是有申请？关府交流处讲，会根据实际地点来调查。若无申请，会以违反法定观光条例，上计用裁罚3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